后来，这个厝内有小宝宝的爸爸妈妈，对囡仔吵闹骗袂掂这件代志，一定是非常的苦恼。最近网络顶有一个方法，用这个管啊、沙拉油、加水、甲金葱粉等等，做一个冷静管啊，讲会当互咧哭、咧吵闹的婴幼儿，真紧就安静落来哦。咱做伙来看。 囡仔哭无停，爸爸妈妈是真烦恼，想尽各种方法，就是要让囡仔较冷静咧。网络上有一种方法，会当迅速转移囡仔的注意力，先做空管啊，甲底7分甜的水，加入加水，佮3块金葱的粉，甲金片落，甲摇摇嗨嗨，就完成冷静管啊。然后摕互囡仔耍看卖啊。不过好亲像耍无偌久。 若是提出有声音的佚佗物啊，互囡仔选择咧。其实比起这种冷静片，小朋友更喜欢这种有声光效果的玩具。来，给你。按了之后，它就会有音乐亮亮的，这样他们就会被吸引住。他们很喜欢按遥控啊、按冷气什么的，所以我买的玩具也是有按键的。另外，网络也有这种安达神器，互你乱的宝宝瞬间安静，还佫会当紧落眠。 另外，像智慧婴儿床，或者是摇椅，内面有声音甲佚佗物啊，拢会当互宝宝加真乖。父母的陪伴去给0到3岁的孩子这样的照顾。各种育儿的方法，就是要解决囡仔吵吵闹闹。不过专家嘛表示，若是要安达细汉囡仔，比起佚佗物啊，陪伴是免开钱的，伊才是上好的方法。